當年的農曆7月14，香港人認為這晚是鬼門開的一晚。屯門友愛邨一名婦人，以一身紅色打扮，紅色指甲油、紅衫、紅褲、紅鞋，於愛明樓撒下一堆紙錢之後，從21樓跳樓，身穿紅衣自殺，一直被盛傳是最兇猛的報仇方式。厲鬼必定回來報仇，而最恐怖的是，他甚至留下遺書，指定要回來找人報仇。就在事發後幾日內，該棟大廈的互助委員會主席、委員和2名保全都收到他事先寄來的遺書。據報道稱，信中大意是寫冤鬼纏身，鬼魂索命，死都不會放過你的，你不會有好過。收信的人當然大驚，立即籌錢在整棟大廈打齋，希望能夠超度亡魂。雖然並沒有人肯定最後收到遺書的人究竟有沒有遇上靈異事件，不過自此之後，友愛邨愛明樓就成為猛鬼地。在紅衣女跳樓後10日，愛明樓在同一位置對上2層樓，竟然又有另一女性跳樓，身亡的位置與紅衣女完全相同。約2個月後，又有一名男子於該大廈跳樓，他並非該樓住戶，是專程步行至該處尋死。在之後的大約2年之內，愛明樓就有6單跳樓事件，讓該處成為香港人人皆知的跳樓熱點。其實自紅衣女子自殺後，愛明樓就不時有居民聲稱，於晚上出入時，會在不同樓層見到前方有一名紅衣女子，正行走間突然消失不見，但該位置完全沒有其他出路，紅衣女子只可能是穿牆消失。更有人曾經打電話上網台鬼故事節目，指自己曾經親眼見到紅衣女子突然在眼前消失。另外，在往後的10年時間，不時會有住戶報警，稱在農曆7月14前後連續多晚，每天同樣時間，都有人見到一名紅衣女子尖叫着跳樓，但當有人或警察查看時，卻是甚麼也沒有。亦有人聲稱，每晚都會聽到在紅衣女子跳樓的位置發出嘭的一聲巨響，就似是有人跳樓般。當然最後亦是甚麼都沒有。